忏悔歌。那这是台湾民谣很好听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河边春梦》，是不是？《河边春梦》这一首歌，那师父把那种歌呢，师父内容我不会唱，但是我把它改成把我们佛教的一些话呢放在里面。那我这样子套上去，觉得这首歌的曲调很稳重，很慢，所以很适合我们忏悔，很适合我们佛教学佛的人呢，拿来做忏悔使用。所以师父写到这几句话给各位提供让大家参考。就是说我写到不孝父母啦，我们对父母之前他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恭敬他顺从他然后孝养他，我们都没有做到本分，所以我们是一个不孝的孩子，不信诸佛，佛讲的话我们也信不进去，告诉你世间是一个无常，世间是一个空相，我们听不进去，我们呢这个内心里面澎湃每天汹涌每天就澎湃汹涌的，一直在追求，我们的欲望无穷无尽，所以呢心生贪念，所以我们的心呢都在外贪求迷恋都迷恋，所以我们非常的复杂，心静不下来。意也是心意，我们的心就起了烦恼了，开始烦恼。你看睡不着，饭也吃不下，那么心永远都不能清净，智慧也没办法提升。所以我们这么大的苦恼，都是因为不信诸佛引起来。过去诸罪，可能不是只有从学佛之前的时间我们叫过去，从今天之前我们叫过去。那么我们前世，我们不知道有几十辈子，可能有几百辈子，我们不断的在轮回。那么我们过去的所有种种的罪业，还有现在目前我们出生转世过后呢，我们活在世间娑婆世界，我们做的跟人家结怨结仇彼此之间敌对，我们造了很多的恶的因缘，所以现在的作恶今日自诚，悉皆忏悔。今天我们要有一种自诚，所谓自诚就是真诚，最真诚的心毫无隐瞒，毫无虚伪我们剖开心腹，我们就要向佛来面对佛前自诚来，悉皆全部来忏悔。这个意思就是这样。那么这简单，大家都看得懂。但是因为我们众生嘛，习气很重，都会无意之间有时候愤怒啦、计较啦、诽谤啦，各位猜疑我们有贪心嗔恨心这种种的罪业，我们随时都在犯，随时都在做。所以这样子情况，我们的罪业是好像无穷无尽无量无边的大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忏悔。不断的忏悔，就是把这个罪业呢一层一层洗刷，好像我们有污染了，就刷掉一层；有污染了，我们就刷了一层，到最后干净净了，各位对不对？呈现一片光明，我们的佛性就显露。佛性一显露，各位，你看佛在《华严经》很告诉我们，心佛众生皆有佛性，就是因为无明分别执着。所以造成我们今天在堕落受苦，起了烦恼，就是执着对外在本来是假的，我们就执着，得不到我们就开始恨，得不到我们就开始一直做出一种不善的行为出来。所以各位，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愚痴，智慧不够，所以我们要忏悔，要不要忏悔好，现在这一首叫做忏悔，我们准备音乐天大的罪业，像天这么高，像海这么深，但是只要你一心回过头来，浪子回头，就是个好人，就是一个大丈夫。所以佛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世间有两种大丈夫，一种呢就从出生一直到往生，从来没有造过罪业，那么就是一个大善人。佛说这是大丈夫。第二种呢，大丈夫就这个人做错了，
知道能知错能改，知错能改，他马上弃恶向善。这个佛说也是大丈夫。所以我们呢，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啊？第二种，对不对啊？你们不敢回答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错能改嘛，知道不对吧？我们不要再去造同样错误的事情，就是改嘛，就改就好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好好来忏悔。好，开始音乐。要重新从你的观念改变，一忏罪便消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很好听哈，好像感觉很哀怨。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一定改。不孝不信主，心生贪念，一切烦恼，过去诸罪，现在中。自称悉皆忏
我们要学。我们呢，在祖国大陆的所有莲友们，广大的这十方信众们，只要你听到，你都应该要学。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所有好朋友、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都应该要唱。这个一唱出来以后，抒发我们内心的那种罪恶感，那种隐藏的不可告人的那种罪恶，透过这首歌把它洗刷干净，我们呢就非常的亮丽了。我们的不沾染的这种业障的纠缠，所以我们重新之后打造出一个人格高尚，对不对？品德非常优秀的，那么标准的修行人，我们非常深深的祝贺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